这两天连假拢有上万人去到小琉球佚佗，不过所有游客直接就伫咧凉亭啊、露营、航马，甚至佮奥多摆骑入去，大家看到拢感觉声喊鼓。另外，这2日啊，苗栗的白沙屯妈祖是头一届去到嘉义市战景，有民众放菜大咧斗闹咧，结果去破掉电火条，造成失电。 我旁大地凉亭来，也停几台汽车，航马用区直接到铺板长椅，休困用的凉亭啊，互游客来占用，互当地居民之不满，地点就伫小琉球回班港附近。昨天看到是有3顶帐篷，但是早上来看，我是有看到2顶啊，但是后来他又说1顶起来了，把他们的机车都骑上来，他在上面，这个平台上面主动。 虽然风台拄啊过，也毋过屏东小琉球会当讲无受影响，车是连假前2天，顶岛人数拢超过万人。海边定各景点4季拢是游客连坐船过来，拢爱等伫要2点钟。我是讲，我七早八早就出门啊，结果嘛是这个人。人在南边出现乱象，游客乱占凉亭、露营、航拍，那引起居民不满，也违反观光发展条例，会当罚5000以上100万以下罚款。也毋过宾馆处表示会先宣导。管理处会在此去呼吁。 一定要注重大家一个公共空间的使用。连假天条拿伫观光区白沙屯妈祖，初7、初8头一摆到嘉义市战景，去因大批信众一落地排队弄球卡，也毋过伤过热情也引起代志。早起有信众放有金属的彩带卡伫电火条啊，造成杨思连开关跳脱。当地1345户徛街店头就安尼停电。 大家都怕会烧起来之类的，对。那老板，你们看到是好像是彩带子造成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它很明显上面就有缠住啊。好在在台电协保水处理，中岛进前就全部复电。要么个台电优化提示，伫主体密集地区参加庆典时，避免使用有金属材质的彩带顶部片，以免台电配电线路受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